屏东昨天文心兰喺日本市场有伊嘅 TV， 不过去年呢日本前编辑有到天时唔正常，只知道种文心兰嘅农民加个艰辛咯。对安尼唔是有个为挑战花农第二代成分子，用以读传染理由嘅相关背景，打造出兰花主题休闲农场，从1级产业提升到6级产业。上海昨天文心兰韩国有发展。开发大呢文心兰，该闹鬼大雁该等一下，因为文心兰的花型，该从脚夹嘅小孩子做成蓬裙嚟跳舞，个所以还有一个后堂嘅名嘅叫做跳舞兰。这样子，它自然就会正了。花农提嘅调整花嘅笋，该用心嘅提嘅治理，甲条文心兰就是新冠样推。屏东昨天喺南浦出产文心兰1吨多嘅蔬菜，北上都係外销出去。一下聽日本12期文心蘭導航，就有1期係做天氣嘅。不過去年受到日本前變色嘅影響，花農嘅收入每等等小價過多。就是8成是外销，那内销是2成。但是事实上，像以去年来讲，日币跌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，我们的外销成本是蛮高的，所以有时候当它日币太低，去年可能只剩下7成跟3成，那甚至有很多的花在花园里面不敷成本，我们就把它剪掉了。另外，也按多年，花农还要面对气候变化安泰嘅挑战。气候异常这个部分呢、事实上是当它夏天的温度太高的时候，我们的文心兰的品质就没有办法来得像以往那么好。各種食過飲嘅灣台蘭開到鬧，會用食路從係以表演嘅場所，上咗嘢被看萬人卡價，也按鬧嘅大化，就係花農認證天時嘅變化，新開發嘅其中一個方向。我们除了文心兰以外，有鉴于现在的天气，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，我们也开始来发展相关的热带兰花，像我们现在的万代兰跟圣药兰的部分，也是我们在文心兰的基础上去相关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兴花卉。文心蘭產業遇到目前有各位挑戰，成分子無按呢就退下來，以電到韓國香等6級產業來前進，而打造用蘭花做主題嘅休閒農場。蘭科是所有開花植物裡面最多的屬了，大概有800多種屬，是全球就是地球上的生物最多的。所以嘅有限成分子就會推薦下該產業嘅來銷嘅蘭花，希望人下會介意蘭花。因为其实蘭花很難育殖，所以我們就想說來看看蘭花可以育殖到什麼程度。那蘭花有分種不同多種，所以我想來看看這樣子。細細件呢，調取實地貨嘅拍實地溝通，休閒農場嘅風格各種使用式，唔蔬菜就睇客家種，引起世界限係簡易嘅客家意象落去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哦，这是我们的客家所谓的酒香哦，像我们的叶荷、含笑、桂花这些。哦，我们透过这样的设计，以后我们园区在导览解说的时候，就可以进一步的把我们客家文化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。示範咗500個用心，除了做紅標的蘭花來分享，看下過去因內如係各種各樣嘅蘭花。所以我们今年就透过我们的休闲农场的一个成立，把这个1级产业把它提升到6级产业这个概念，那也间接的来推广我们国人使用文心兰这样子的意愿。它又有供餐嘛，所以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接触，一定会看到，眼睛看到的地方你就想要去了解，所以其实会间接引起消费者的吸引，跟想要说，哎，这个很漂亮，这是什么？所以会间接其实也可以教育现在的台湾人跟小朋友说，哎，这是什么什么花什么花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。
文心兰和本人并到玻璃红的度，准做登陆来卖。在文心兰产业来讲呢，事实上它是一个农业创新的一个结晶哦。这一个产品我们叫品种花，那事实上它是一个扇形文心的品种，它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面呢，就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循环。那在里面会从小到大开花，对，那整个是无菌的环境，在照顾上也蛮特别的哦。好，我现在要一个板肉哦，大弟，你帮我板肉烤下去。做下整体准备翻船，食材都是菜体小农生产的。集结小农的产品来这一个地方做餐点的呈现，对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个雀巢温泉蛋，那我们就是拿新源我们当地的鸭农的生产的鸭蛋，跟我们的埔里的绍兴酒去做的一个整合的呈现。农场和特别设的农体产品平台，听蔬菜体小农行销。我们也帮忙在地的小农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喷落叶剂的一个红豆，我们万丹的一个青年农民哦。那在竹田呢，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竹田的柠檬，对，那脆柠檬是我们一个在地产销班的一个柠檬品牌。结合也着农产品，结合也着休闲农业，伊甚至更加伊骨多年去个草料的时间呢，又可以去欣赏也个安详的物个，又可以去欣赏伊种的法术，又可以吃到伊菜体的也个美食，所以也个东西结合以后呢，也如果变得俺的地方上更重要一个进调。对一级产业中文心兰提高到做有限农场的6级产业，身份之希望屯文心兰产业加定位新的观念、新的东西落去，唔单止带动地方观光，还大帮会到地方嘅小农可以等行销农体产品，来做小农嘅甜食。